大家好，我係 Tyler Au， 係 FitAmigo 嘅 Co-founder 之一。呢個獎項對我同 FitAmigo 團隊嚟講意義非常重大。佢唔只係對我個人嘅肯定，更代表住特區政府同業界對科技創新嘅重視。特別感謝航運業界同金融界嘅合作伙伴，包括匯豐、渣打、信保局以及我哋 FitAmigo 團隊一直以嚟嘅支持。7年前開始創立 FitAmigo 嘅時候，確實面對唔少嘅挑戰。好多人認為用科技革新傳統物流係不可能嘅任務，或者都有人講會唔會係一個浪費。但係我哋堅持踏出第一步。疫情過後，越嚟越多企業開始採用數碼嘅方案，證明咗我哋當初嘅堅持係正確嘅。呢個過程令我深深咁體會到，創業唔只係創新，更需要堅持我哋自己嘅信念。現代物流已經唔再係單純嘅貨運，係結合咗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同埋區塊鏈等尖端科技嘅創新產業。我深信現代物流係大有可為嘅，特別係國家14-5規劃下，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定位，為業界帶嚟無限嘅全球機遇。年輕就係最大嘅優勢，正如我好中意嘅一句話 ：Dreams don't come true while you are sleeping。希望年輕人能夠把握特區政府所講嘅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帶嚟嘅機遇，善用科技創新喺物流業中發揮所長，共同打造智慧物流嘅未來。